敬拜要开始吼，请咱甲手机关静音，请咱安静心，灭倒来开始咱的敬拜。万国啊，恁就学了耶和华，万百姓啊，
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罗耶和华。咱即时请敬拜团来学罗敬拜。感谢主今天是主所定的日子，我们要高兴欢喜，口唱新歌来赞美主。我们今天第一首《与你更靠近》是一首新歌。主说我们若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就让我们可以将一切劳苦叹息交给神，让他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如果方便的话，我们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来敬拜。愿神也借着敬拜来对我们说话。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可以在从头再唱一次。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求主帮助，愿主的话一步一步更新我们的心意。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
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感谢主。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朽坏，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神的力量，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愿我们也常常想起耶稣基督的赎罪与十架的大能，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大能，他的慈爱，心意更新而变化而更新，学他的样式。靠主耶稣得胜。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总是想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总是想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总是想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
咱三甲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事、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会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甲来交读课英文，我来课恁来应。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尔。伫甲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就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予我得到听起欢喜快乐的声。求你压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予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我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过来，咱三甲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即礼拜来带领甲保守。阮有得罪你的所在，也求你赦免，洁净阮的心，来甲圣殿敬拜你。最近台湾东南部风台水灾严重，求你的怜悯临甲台湾即块土地，互受灾户紧紧的恢复正常的生活。阮也同心祈求。主，你医治，因为身体欠安，袂当来圣殿敬拜你的兄弟姊妹。主，阮也感谢你，互死意的病情减轻。祈求主继续保守医治伊，求主的灵也甲蔡传道同在，照着蔡传道的信息得到帮助，互阮的灵性得到造就。我也将今仔的敬拜恭敬交托主。求主保守带领，阮安尼祈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
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神学议题啊。那尚恩呢，曾经有一次来中心的时候，有讲到那个近代教会的变化。那其中呢，当时有简简单单的点出来这个观念哦。那今天我们要更深入的来探讨这个议题。这是神借由摩西所写下的教导，从创世纪第1章，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话。当你读懂了圣经的这个观点，你会发现圣经中有好多的冲突哦，好多的悖逆，好多的征战，好多的惩戒事件。这其实很多困扰又很难以理解的内容，你会发现好像不再那么困惑了。我们更容易从这一个一个的事件当中，清楚的理解到神要给我们的教导。藉由创世纪这个从人类始祖一开始的这一个故事，我们要来思考这个议题，要来思考这个从一开始起初就存在的这个难题。这个困境其实到我们现代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你觉得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环境呢？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资讯极为丰富，甚至可以说各样的资讯唾手可得的世界？我们的手机一滑，无数的知识，无数的新闻，无数的观点就涌进来我们的大脑里头。不论是在物质或是在心灵的层面这应该是一个极为丰盛、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富足的时代。可是呢，如果我问大家，依循你的感受，你有没有越来越幸福？你有没有觉得越来越好？我们世界变得越来越好呢？我相信这个答案很难完全是正面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当物质跟资讯越丰富，我们人之间似乎越空虚，越不安，甚至越不满。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的越多，人与人之间好像会产生更多的对立，更多的指责、撕裂，越来越严重。这个现代的焦虑其实深深的根植于创世纪中的一个最古老的故事关于伊甸园里头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故事。弟兄姐妹，关于创世纪亚当跟夏娃所发生的故事，我想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相信大家都早已耳熟能详了。但是就算是基督徒好像从小到大我们听过这个故事以后，也只把它当成一个什么？这是神话故事嘛，对不对？既然是神话故事，那我们也许不会太仔细去思索这个故事，更很少有人会去深深的探究，甚至宗教的眼镜上还演化出了什么原罪论亚当夏娃就是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果，所以之后人类才带有所谓的原罪，所以原罪就是一代传一代，渐渐的有没有发现大家就用这个理论来理解这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其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要好好的想一下这个神话，这其中藏有什么特别的关键？为什么圣经在很前面的时候，神创造完天地就立刻启示了这个故事呢？我们来看圣经2章16节，上帝对亚当说：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棵使人分别善恶的树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原文Ume Eza Hada At Tuva Vera， 这个是什么意思？知识善恶树，和本译成分别善恶树。Ume 就是前面连接词跟介系词，后面接 Eza Hada Eta 就是知识树。然后呢，多数的英文译本都翻成什么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后面接什么 ？Tovela 是什么？善恶。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of good and evil 嘛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也就是知识使人分别善恶。如果你往后翻到第3章，怎么了？夏娃吃了，又给亚当吃，
哎，这2个人是不是立刻死了？没有嘛，对不对？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也不会有我们了。所以这里的死字指什么？不是肉体的消无，而是阐述一种关系的消无，属灵的隔绝。你可能会疑惑，知识不是好东西吗？知识使人分别善恶，这更好啊，为什么会带来关系跟属灵的消无呢？请问亚当跟夏娃吃了善恶果后，他们的眼睛一亮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我们看见彼此赤身肉体更小嘛，刚刚这羞愧嘛，这样不好。再来呢，开始互相指责啊，你看看都是你啊，都是你给我吃啊，这蛇给我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当人心中有了自己的一把善恶的尺，第一个受害者往往就是你身边最亲密、最亲近的伙伴。大家看见知识善恶果会带来什么了吧？我们会开始自行去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吃善恶果之前，请问什么是好的是谁在说？是上帝呀，对不对？上帝从第1章开始不断的在讲，他说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他看这一切都是好的。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的第1章，神重复讲了6次啊，他看这一切是好的，他看这是好的。到了第7次，他说这是好的，就是在最后一节1章31节，他说神看这一切甚好。但是再来第2章呢，开始之后呢，当人吃了知识善恶果，拥有了以自己为中心来评判善恶的能力，人就开始根据自己的知识，自己内心的知识来判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更仔细来说，其实人并不是得了原罪，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什么世世代代会遗传的病毒嘛。人是什么？从这果子得到了一种能力，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评价万物，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当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资讯，不论是听到了一个传言，看到了一个新闻，我们就开始主观的去分别善恶，评价对错。所以那禁果真正带来的诅咒，不是知识的本身，而是人类我们在获得了这个知识以后，就开始什么？做一件单单属于上帝的事情。我们开始用自己片面有限的认知去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坏。我们甚至开始去定义其他人、其他事，我们开始去定义自己跟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希望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认为、我自己所做的才是对的。其他人其他事我们甚至替他施行审判。这个就是知善恶的困境。一旦我们拥有了资讯，拥有了知识，我们的心中就会开始升起一个判断，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这个判断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微型的审判。当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心中那一把尺抓得越紧越牢，冲突越来越激烈，纷争跟斗争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这个困境我相信有无数的例子，你们也都举了出来。而圣经中最鲜活的例子就出现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不过这里我们一开始先抛开那个新约一开始对法利赛人的那种种种的指责，因为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知识，对不对？也是一种资讯嘛。你看到圣经第一眼的资讯，好，我们就容易主观的下判断。实际上我们如果考察历史，会发现一件事情，法利赛人在当时社会是怎么样？他不是反派角色耶，他是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是抵御罗马殖民文化侵蚀、保守犹太信仰的中流砥柱。他们熟读律法，严
谨而且敬虔，在百姓眼中都是道德楷模。他们掌握律法详细而且全面，甚至举一反三，不断的去延伸扩展。律法就是知识，可以说他们拥有的知识远超过一般人，超过一般百姓。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新约，请问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态度是怎么样？耶稣多次用很严厉，甚至是最严厉的话语去斥责这些法利赛人，甚至称他们什么毒蛇的孽种。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知识没有把他们带到谦卑与爱之中，反而把他们带到什么骄傲与论断。所以他们的知识变成什么？变成了一个坚固的框架。他们就自以为他们掌握了定义什么是善的标准，凡是属于他们标准的才叫做义人，凡不符合的就叫做罪人。他们的知识最终捆绑了他们，使他们对于道成肉身的真理耶稣基督，他们不但没有认出来，反而将耶稣基督视为冒犯他们标准的恶，欲除之而后快。这个就是掌握知识、分别善恶最清晰的例证。所以这就带入了我们今天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议题：知识使人自以为义。自以为义是怎么运作的？它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当我们得到了一些 information、一些知识、一些资讯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是不是脑中就开始有了一个看法？其实这本身没有问题哦，但危险的是下一步，我们会渴望我们的看法能够去影响到其他人，甚至我们会要求其他人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当别人不认同你的看法，我们会感受到什么？不是观点的差异，请别忘记我们人获得了什么？自以为自己是中心的能力。所以其他人不同的看法就是一种什么？对我个人价值观跟判断能力的否定。所以我为了捍卫我自己，我就开始把我自己的看法绝对化、神圣化。我们不会再说对我而言这个是好的，我们会说什么？这个就是好的，这就是对的，这就是好的。我们不会再说我不会这样做，我们会去说你这样做是错的啊，你是不对的啊，你是歹的。所以17世纪的 Spinoza 他对此有一个蛮深刻的洞见。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彻底的点醒了我们对于善恶的理解。他说，人并不是因为判断这件事情是善的，我们才去想要它，才去欲望它。恰恰相反，人是因为什么？因为某件事情是人所想要的，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是好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欲望放在了前面，我们将某件事情贴上了善这样的道德标签，并不是因为是好的，而是因为要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让它显得合理又正当。所以我们再回到当时的法利赛人，请问他们内心的渴望是什么？他们渴望宗教上的纯粹，他们渴望社群中的尊荣，他们渴望对律法权势的掌握，所以他们就以为这些能够满足欲望的行为，他们就开始做咯。他们做什么？他们公开做很诚常的祷告，他们严格遵守洁净的礼仪，他们把11奉献做到说连那个薄荷啊、茴香这些香料都不能放过，非常的严谨。他们去定义什么是善。其实这还好，但是最致命的一步是法利赛人将这些源于他们自身的欲望、主观的善投射到上帝的身上。他们宣称什么？这是上帝对所有人的标准。这个就是自以为义的心理机制。我们人按照自己的欲望打造了一套道德标准，
然后我们挥舞着这个道德标准的旗帜要求全世界都向我们看齐。当时法利赛人就是要求大家，所以外邦人永远都进不了什么以色列犹太这个族群，因为达不到这个标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很严厉的斥责他们是粉饰的坟墓，瞎眼的领路因为他们怎么样，极度的在乎他们外表的行为，外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他自己定义的善，他们却对内心真实的动机，那份源于骄傲、源于掌控欲、源于排他性的欲望视而不见。他们所做的已经不是在爱神、爱上帝了，他们是为了巩固我自己是义人的这个标签、这个身份认同。弟兄姐妹，这不单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你想想看，一直到现在，我们今天在网络上，甚至我们在教会里，当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一个议题，我们开始争论的时候，我们要求对方一定要接受我们的立场，甚至可能会给对方贴上你不属灵啦，没信用啦，你没贴心啦，你没有爱心啦，给对方贴标签。其实我们也有可能走到了法利赛人的老路上，我们正可能将自己内心的欲望，就是希望我的观点被认可我自己是在道德的高位置包装成什么不容置疑的善，而且以此来论断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来分享一个近期的新闻好像发生在今年3、4月，这个是一个很大反转的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是其实源自好几年前2021年10月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网红叫翁来凤梨他在网络上为他的朋友雕伯出声了，发声了，他说什么？指责一位持证的保姆虐婴导致雕伯未满1岁的女儿死亡。凤梨用极度具有煽动力的言语问大家：你相信吗？就这4个字，这4个字点燃了网络舆论的怒火，到最后成千上万的网友、媒体、粉丝纷纷涌到了保姆家门前，丢鸡蛋撒冥纸骚扰谩骂雕伯，甚至还带着群众到保姆家当众掌掴他，打他巴掌。当媒体后来拍摄到保姆跟她的丈夫跪在这个小女儿的灵堂前跪地求饶的时候，全台湾都认为这2个人是罪人，社会甚至去质疑司法你怎么什么都不做，赶快抓人在凤梨中间这是勾二旁边这是雕伯，在凤梨、勾二等人的煽动下，网络匿名跟群体情绪的那种感染、渲染、催化下我们都相信大家都相信自己就是伸张正义，但其实早就迷失在那个情绪的怒火之中了，把一个尚未证实的故事当成了真相。这种自命正义的心理，恰恰是最不正义的帮凶。保姆的先生原本是在高雄市担任教师，当然被肉搜网友就灌爆了这个学校的网页，打爆了电话指责他是杀人犯，最后他被迫调职。保姆更惨，他早早就被社会局给除名除掉保姆资格废除执照，他只好去从事简单的清洁工作。案件最后怎么逆转？来自于法医的鉴定，女婴的肺泡那个是有问题，验出 K 他命的成分死因跟吸入烟毒有关有毒品有关。然后保姆跟他先生检验全都是阴性，阳性的是谁？阳性的是他爸爸雕伯，检验出阳性。最后在今年3月，已经2025年了，案情逆转，
今年3月，保姆跟他先生不起诉，反而是这个父亲成了被告。媒体舆论当然开始180度的转变。但是你想想，几年了，保姆这一家人这几年来的创伤，永远留在了心中。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更能够理解 Spinoza 所说的，我们人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好的、是对的、是善的，我们才去渴望它。我们更容易因为我们的渴望，才说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物是善的。我们常常只是寻找了一个简单的对象，投射了自己的感情，建立我们自己的正义叙事，却忽略了事情本身的真相。这样听起来好难啊！所以你觉得出路会在哪里？如果知识会带来了论断的欲望，欲望会催生自义，那我们该如何摆脱这个困扰？根本不可能啊！对，凭借着我们自己，当然是不可能。所以出路在不在我们身上？不在我们身上。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耶稣基督跟他的福音。感谢主，福音就是自以为路、自以为义、唯一的出路。首先，福音给我们了一种什么？全新的看见。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看见人的方式，他看见人的行为，跟法利赛人看的一不一样？他看人的方式跟行为跟法利赛人完全不同。他怎么看的呢？当一个全城人都替他贴上罪人标签的妓女，他用珍贵的香膏跟悔改的眼泪，跪在耶稣面前为他擦脚、为他洗脚的时候，在场的法利赛人的眼中是什么？哎呦，看见一个这个不洁净啊！这个是罪人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还浪费香膏？他看见了有人在玷污这个神圣的场合，但耶稣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一个因着被爱而愿意以爱来回应，献上自己一切的宝贵灵魂。当一群手握石头、满嘴公义的男人，把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女推到耶稣面前，他们眼中只有看到这个该死的罪行，甚至想要用此来陷害耶稣。不论耶稣是配合他们定罪还是不定罪，他们的目的都达到咯。但是你觉得耶稣他看到了什么？耶稣他看到了同样是一群都是有罪的人和一个需要恩典跟释放的人。他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人，谁就可以先拿石头丢他。然后他转头对这个妇女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的眼光，他教我们把人跟他的行为分开，他让我们学习放下善与恶这种两极化的快速分类，快速审判别人的冲动，而去看见每一个灵魂他在上帝眼中的价值。请问神是怎么评价我们每一个人的呢？在神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都是好的。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其次，福音带给了我们什么？真实的义来取代自以为义。十字架向我们宣告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道德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所有人的义都像是污秽的衣服，披在身上。当挂在十字架上那个纯洁的羔羊出现的时候，就彻底的粉碎我们想要靠自己努力来立功进天国的这个可能性。所以真正的义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去赚来的，而是上帝借由耶稣基督
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是基督用他的美好交换了我们的不完美。当我们真正明白，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懂得比别人多，而是单单我们领受了自己完全不配得的恩典，我们心中那份想要论断人、看清人的骄傲，才会彻底的瓦解。保罗在哥罗西书劝勉我们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他接着说什么？他说，如果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我们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啊。这在哥罗西书3章12到13节。什么是饶恕呢？就是我们要主动去放弃。放弃什么？放弃使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所得到的这个资讯去审判其他人，去论断其他人。什么是和解？和解就是我们承认修复关系，比证明我才是对的啦，只有我才是对的啦，比这个还要更加的重要。当我们把审判的权柄交还给耶稣的时候，交还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手才可以释放出来，去拥抱，去服侍，去建立关系，而不是去丢石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一个什么知善恶的困境之中。知识善恶果带给我们这种自以为义的骄傲的心与能力，这其实就是一种罪性，就是让我们用有限的知识去论断，用我们主观的欲望去定善恶，去争对错。但是今天福音带给了我们一条新的出路。这条路不是让我们变得笨笨的无知而是要什么？要我们在知识面前保持谨慎，保持包容，保持谦卑。任何的资讯入眼后，第一时间都不是拿来立刻做什么？拿来论断人。甚至我们连这个资讯的正确与否，是不是假消息，我们都还不晓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不要去看，不对，我们不是不能有自己的想法，而是要怎么样？不断的去操练自己，不把自己的看法变成攻击别人的武器。这是一条通往十字架的道路，在那里我们要放下手中那个论断人冷冰冰的尺规，转而领受从上帝而来的那温暖的名为恩典的义袍。就当我们学会不要事事都以自己为中心，而要去思考别人的感受，甚至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去陪伴他，甚至藉由不断的操练，学习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学习以神为中心，学习以爱为中心，那么才能完全了悬在你心中那置人于死的律法。所以今天要向每一个弟兄姐妹发出呼召，让我们在这个知善恶的时代，勇敢的选择活出耶稣基督爱与饶恕的生命。让我们放下手中那个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骄傲的那一颗石头，转而去拥抱，去承认我们同样需要恩典，我们同样需要谦卑。我们不要再做手握石头的法官，而是要成为传递和解的使者。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承认你是那唯一全知全能的审判主，唯有你的判断全然的公义，唯有你的眼光能看透事物。主啊，我们向你悔改，我们为着我们的言语在网络上所犯的罪向你认罪。
我们常常轻易的拿起石头，却没有找寻真相，找寻你的心意。求你赦免我们因为自以为意所造成的伤害。主啊，感谢你，你没有用知识，没有用律法来审判我们，而是用爱来拥抱我们。恳求圣灵时时在我们心中运行，更新我们的内心，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接触到资讯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温柔、谨慎的心，教导我们放下手中的石头与尺规，学习用你的眼光去看待、去看出、去发现每一个人的宝贵，帮助我们选择忍耐、温柔与恩慈，在纷争的诱惑之前，能够成为和解的使者。主啊，祈愿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为了活出你的那份爱。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起立，咱三角来吟圣诗572首。请准备心来奉献。
咱三角内手401首，吟诗后请蔡传道祝祷。亲爱的主要所祈祷，亲爱的上帝，全能的主，感谢你伫即时的带领。主啊，阮毋空，阮是罪人，毋过阮承受你的恩典。你看每一个人拢是好的，阮满心感谢。主啊，求你赐福互在座有听到，也是伫网络顶，也是伫外口咧无闲有代志，也是身躯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有对你来的恩典，因为主上帝，你看这一切拢是好的，因为耶稣基督讲一切拢是疼心，有咱牺牲，因为圣神来带领，来引带，三位一体上帝带领陪伴阮，看阮是好的，陪伴阮的日生，陪伴阮的日子，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伫报告进前，咱要介绍一位今仔新来的朋友哦，胡广渊姊妹，我们请她在，我们欢迎她。她是那个吴俊生执事的朋友哦，跟彩云姐的朋友。我在这里做一下报告哈。那个下周主日圣工哈，请各位同工准备心。本日礼拜后，今天小组分享暂停一次，请棒中团12点开始练习。本日下午1点半，于台北市中山区松花区的民众活动中心举行趣味运动会。请自备饮用水地址河江街137号。本会定于9月14日举行圣礼典若有兄弟姊妹小儿要受洗，请伫9月7号前陈慧华长老通知咱长老娘伫8月10号礼拜日上午安息主怀，依作预定8月20拜三暗时7点半，伫本会举行安慰家庭礼拜。8月30日拜六上午9点，伫怀爱馆景星厅1楼至中4厅举行日念礼拜。8月30拜六下昼1点半，伫树林长老教会举行安息主怀礼拜。9月1号拜下午3点，伫平安堂举行安葬礼拜。本会定伫9月14日召开临时
会员好会改选到任的2名长老，甲5名执事。长老甲执事的候选名单搭伫后壁公布栏，若有出入，请通知陈长老来更正。本周新安宫读经的进度，撒母耳记下段5至11节。社区的我们欢迎这位社区的姊妹。我们欢迎，嘛欢迎靠马桥长老娘真久无来。具体交通大家看一下就是谢思怡的肺部病痛请兄弟带倒。甲吴聪杰规家曾肖敦仁规家因的身心灵的带导即是咱请圣歌队来唱祝歌。上帝福助你心内，我要替你祈祷，予你祝福，时时平安。上帝真正听你后的愿，已经叫人赞美到完全。我要替你祈祷，我心痛，替你来祈祷。来行平安礼，咱请蔡传道带领咱做社饭的祈祷。咱先后头的祈祷，要食饭啊！来，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赐福，感谢你的赏赐，和即丰盛的恩典，互我。即马咱要用餐，请你保守阮，伫食落去了后，一切拢得到你的祝福，身躯拢得到饱足，拢得到健康。伫下晡个运动会会当用上好欢喜的心情来迎接这个运动会。安尼纪念，安尼祈祷拢是因为纪念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行平安礼。